大家问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加州大学戴比斯分校的研究团队结合25项研究数字，分析370位卡高超凡的患者，另外还有342个 B 级组，发现讲脑部神经代谢物、大脑内底一款物质翻译做中胆基。假使讲若是含量较低，就较会高超凡。一般若是食鸡卵鱼啊，甲五谷类重的补充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基塔戈伊基第一条。基是一款化学物质，伫咧水内底用来分解出氢氧酯，嘛是一款食物的加添物。上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钠、玉米、鸡脏，还有粉果，加起来搁较 Q。像讲若是参日脏加做黄色，就是鸡脏。一般温糖或者是温蜜来食，嘛咱生活中有时阵会去用到鸡性电池，若这入温饮读做减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食鸡，意思就是食落苦，或者是吃亏、食亏。第二个词是一个较现代词，读做基性，这是一款化学性质，在水内底用来解离出氢氧根离子，或者是接受氢离子的物质。伊的 pH 值就是超过7，会互红色的石蕊气纸成做孔色，甲酸性物质产生中和反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网络咧谈讲食基性的食食会当抗癌，也毋过医生讲体质是无法度改变，也就是讲这款的消息毋是真的，毋通乌白听网络消息，才袂食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基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减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